后来，这个台北地方法院是伫个昨重新来开羁押庭，裁定郭文摕的交保金为3000万提悬到7000万，而且要来挂电子卡条。昨伫个开庭的过程中，郭文摕讲，伊未来爱阁面对着官司，就惊会影响到民众党的党务，所以要来撕掉着党主席。伊是指定黄国昌来帮忙。黄国昌敢若回应讲，今仔日的目标真明确，就是甲主席救出来。 主席有答应佩琪今天会回家吗？民众党主席郭文摕穿美式外套，27才以3000万交保转去，尔北检不服控告成功。经过2暝29，台北地方法院搁开羁押庭。主席有信心可以回家吗？郭文摕伫法院讲，保证金3000万是黄国昌借伊的，已经真薄啊。若要搁提悬，都爱卖新地的土地，也是用厝去抵押。最后郭文摕被裁定增加保证金以7000万交保。 期限就是伫今仔日下晡5点前爱摕出来，若无就爱继续收案。那我们昨天已经深夜大概2点半，我们已经把另外这4000万凑齐了。我们先借给主席吧，先渡过难关，等他有钱再还给我们。我们8个立委，我们8个委员，大家同筹一套，就是各自去借钱，有几个都分配，就像我分配到500万。民进党8位立委做伙总钱要救出阿伯郭文摕伫法庭，佮表示讲，说来有官司爱拍，惊讲影响到党务的运作，所以讲伫1礼拜内会是党主席。 更加讲由这个人来接班。他怎么看就是主席亲点名的代理这样子？今天对台湾民众党来讲，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：救出主席。敢要接党务，黄国昌无应郭文摕伫法院所强调的，若真正有出来，愿意挂电子卡扣来监控，而且敢来去看因老爸，为着争取自由，想尽办法，阿伯敢会当转去？下晡5点就知影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